这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哦。咱做伙起立，一起站立。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啊，伊有歌我无？伊有歌我，咱唔当有音乐哦。所以伊若无歌我，咱就无彩伫遮啦吼。所以咱咧唱的是，咱用信心来宣告歌我的基督。歌我哈利路亚，歌我哈利路亚，歌我哈利路亚，基督的经歌我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基督的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基督的经歌我哈利路亚，歌我哈利路亚。歌我哈利路亚，基督的经歌我，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基督的经得胜，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基督的经荣耀，基督的经荣耀，搁一遍来，基督的经荣耀，他保将荣耀归于咱的主，咱的上帝。咱要用主的话，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少年人，我写批予恁，因为靠基督的名，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乐，感谢咱这位主是啥物？伊听咱的恳求，伊赐开咱，伊是咱的盾牌，伊是咱的牧者。伊是咱随时的帮助，伊是迄个带咱行义路的。咱承认咱的罪，无隐瞒咱的过犯，求主来赦免。兄弟姊妹，邀请这个时阵，咱同心开声，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阮学乐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阿爸天父，你是慷慨。哈利路亚，阮学乐感谢你。你将一切资源丰丰富富赏赐予敬畏你的。阮伫头前的路，我毋知做是你引带阮，你用你主爱的线索来牵阮，阮无偏离伫你稳定的道路。愿主你来是阮赐福。哈利路亚，主，阮学乐感谢，因为你稳定教育阮。慈悲怜悯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也做罪人的时阵，你想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所流出的宝血，上帝羊羔除去阮世间人的罪，毋是靠着阮家己的牛，靠着阮家己好所行，免得阮夸口。愿主帮助阮，互阮会当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救赎阮，互阮好胆无惊吓，会当大大开嘴对你来恳求，你就大大充满祝福。对你的受恩宝座，祝福你供应阮一切教业所用。愿主帮助阮凡事感谢，无论伫顺境逆境，阮拢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咱继续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伊予我新的开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
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竿，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这是互咱伫生活中间，这位上帝为着咱备办，顺境逆境征战，拢有主帮助咱。亲像伊安怎为着以色列伫遮来征战，伊嘛要伫你的大方面来替你出头。当咱照伊的话去行，当我们照他的话遵行拄啊可喜可了，总是还阁有一遍的机会。求主上帝，互咱的这主题，知影安怎抓条，敬畏耶和华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慧的根本。啊，弟姊妹，伫这中间，恁有啥物心灵，有啥物需要服侍、祈祷的，你通伫原地徛起来。咱的中一当讲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也是这咧，你为着你家己，也是你的需要来祈祷。换手伫你感觉无爽快的所在，咱要开声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邀请咱的主伫你心灵掌管做主，咱同心来祈祷。你有需要，你就通徛起来。哈利路亚，主，阮俄罗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主，阮要用你的名伫这来宣告，你是掌管万行有。主，你将一切这万行有的资源，会为着你所拯救、你所疼的百姓来效力。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照你的话去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主啊，心神欠安，肉体需要医治的，主你的医治关联就充满。都当伫大医的这兄弟，主啊，你医治关联就甲因三同在，互因真紧恢复因身躯的这复原。愿主你来受阮祝福，愿听。主耶稣，阮奉你的名来到天父圣人宝座前，阮为着阮的肢体、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伫住院的、开刀的，伫咧疗程的中间，你甲因三同在，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互因紧紧的通恢复心灵的健康。伫面对着这癌症的兄弟，因心内惊吓，你是赐平安的主，甲因三个同在。陪伴因面对因的困境，主啊，阮也恳求你来帮助阮，伫这个世代做这经济冲击，互阮欠缺。你是阮的主，阮的牧者，互阮无欠缺半项。主，阮要用信心伫这来宣告，你带阮行伫你的道路，你为着阮伫对敌面前摆设筵席，你为着阮备办迄丰富的资源。互敬畏你的人，拢会通伫遮来领受。愿主赐阮下面的时间继续诚做，毋是干那领受，也当诚做是分享的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兄姊妹，咱也要为着主耶来祈祷。主的话安尼讲：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互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上帝的圣殿是伫啥物所在？兄姊妹，上帝的圣殿伫啥物所在？知无？伫遮吗？保罗讲，敢毋知恁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吗？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分别做成。所以你行到啥物所在，你若信靠伊。迄个就是上帝殿，有上帝同在无，较要紧啊。所以你甲上帝有赖吼，每一天有连线，透过迦南之声，透过上帝话，透过祈祷。今仔后要洗礼吼，更新礼，咱有两位拢是少年的吼，陈毅、启恩吼，还有田瑞、慧贤，因为信仰个别。还有上细汉的吼，这简于恩，咱的接受的囡仔，
拄啊出世无偌久，要来洗礼吼。咱今仔开始也有这就任式筹备会，3月7，就是今仔下晡2点开始温度的训练。上帝拣选你，互你好好来运用你的性命。啊，咱嘛要装备咱家己。特别我要呼吁咱的中级，恁会通做模范啊无？别人在传福音，啊，咱中级做头前。上台正式的上课，明仔载开始。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都感谢你。主啊，你是掌管万有之源。主啊，你互阮有气势，好好运用阮的生命，帮助阮来拯救日日稳定。哈利路亚，阮今仔日将这要洗礼的青年人交伫你的手中。你用你的话继续来督责因，你的圣神来提醒、帮助因。哈利路亚。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阮，享受阮活命。你对土造阮每一个人类，对鼻孔分一口活命，开予阮成做有灵的活人。享受你的思想，予阮会当常常思想上帝的思想。愿主来帮助阮，特别今仔日的盛会，阮甲主同坐道，透过杯甲饼分别阮做成，提醒阮。阮是用同价所救赎来的，是你流宝血洗清阮的罪，对黑暗关系手中挽回阮，互阮有机会即马坐伫即个所在，阮做伙学乐敬拜，连咪阮嘛有福气来领受这圣餐，甲主你同坐道。愿主你搁一遍提醒阮，互阮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阮即时嘛要用使徒圣经，阮要伫遮来告别阮的信心、阮的信仰，阮要安尼伫遮做伙来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我这样看。喂。
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着甲伊祈祷，着甲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请咱来吟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话遐大，请起立吟全首。上帝疼痛哪话遐大，我的喜乐互我，因我比比小可的人，互我该君王，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千千万个为的保守，为保守所教导语言，为保守的教语言，耶稣恩典那位邀请，就没的我心内。心跟我因，心为我主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语言，为保守的教义。星星感动那位亚夸，我心在归心，星星因心受感化，奇妙我心情的，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语言，为保守的教语言，会叫星星三位的，一线一关一段。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语言，为保守的教义。请咱游玩徛伫做伙来祈祷。信哉，信哉，信哉！主，你是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也伫地全能者。阮要学乐你，因为你是独一个上帝，除了你以外，无别位上帝。你的慈爱是伫天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主，你是好，是欢喜赦免人的主，有恩典，有怜悯，无快生气，是有丰盛慈爱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也要为着乌克兰国家来祈祷，求你拯救这个国家平安临到伫因国家每一个徛起的所在，保护保守伫战争中间的人民，伫患难艰苦的时有基督的平安甲盼望，也无伫惊吓的内底勇敢徛起，脱离战争的危机甲伤害，也恳求主你的公义甲仁爱。伫个俄国总理普丁的心思意念内底来调整，互因选择和平的事，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
互即块土地搁一摆有和平、有尊严、甲民主的自由。即时，阮也要为着今仔日坚信礼、陈毅、李奇恩、信用国别、葛廷瑞、吴慧璇以及萧黎西礼、简于恩来祈祷，求主赐福，互因的性命力换新、刚强壮大，甲主同行，一世人行伫上帝的旨意内底，成做美好的见证人。阮也要求主掌管伫嘉南教会牧者团队的服侍，使用因的教导帮助互人亲像你，赐福牧者的性命，服侍主是互人兴盛的，保守因的心伫一切道路顶悬拢存叹你，因为主一定要开阔牧者团队的道路，伫服侍内底享受侍奉主的喜乐。今仔日开始，阮也有门徒的训练，恳求主你来带领引带，互更较侪中一长老以及咱的会员、会长，拢一定来兄弟姊妹，拢一定来参加。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的名，请坐。即时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就是诗篇27篇，请咱做伙来启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责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伫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斑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轻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做声着信靠上主。即时要请信歌队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热看我》。请童工把那个空调要开哦哈。
即时咱要来读圣经，约书亚记24章14节到28节。约书亚记24章14节到28节。当恁着敬畏上主，诚心诚意服侍伊，将恁的列祖伫幼发拉底河迄边，甲伫埃及服侍的生命拄去来服侍上主。若是恁无听服侍，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今仔日恁着经恁爱要服侍的，看是恁列祖伫幼发拉底河迄边所服侍的生命，也是恁我靠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生命。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上主。人民回答讲：阮一定无要去杀上主，去服侍别个生命，因为上主，阮的上帝。有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伫阮的目睭前行遐大的圣者，伫阮行过的路、经过的逐国，伊拢有甲阮保护。上主阁为着阮赶出住伫即所在的阿摩利人甲列国的人，所以阮嘛要服侍上主，因为伊是阮的上帝。毋过约书亚对人民讲：恁袂当服侍上主。因为伊是神的上帝，是要求全情服侍伊的上帝，袂赦免恁的过失、恁的罪恶。恁若离开上主去服侍外邦的生命，上主伫赐福福气互恁了后，会活转来降灾祸，甲恁消灭。人民应约书亚讲：袂，阮袂离开上主，阮一定要服侍上主。约书亚对人民讲：恁经要服侍上主，恁家己着做家己的证人。因应讲：好，阮愿意做证。约书亚讲：当恁着将恁中间外邦的生命除去，互恁专心归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人民应约书亚讲：阮一定要服侍上主，阮的上帝听从伊的话。迄日约书亚就带人民甲上主立约。伫实践为因制定规则甲条例，约书亚将这话拢写伫上帝律法的册，佮将一块大石头徛伫上主圣所边仔的上树骹。约书亚对所有的人民讲：你看，即块石头要甲咱做证，即块石头有听到上主所有吩咐咱的话，要对恁做证。才免恁背列恁的上帝。约书亚解散人民，因就倒去家己本着的土地。以上，这是要请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道。伊要所讲的题目是上好的选择，上好的选择。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通伫遮。是因为阮有做上好的选择，互阮通掠条即个福分。今日阮三甲学了敬拜，也透过你的话引带阮，无偏离伫你稳定的道路。也透过安尼，搁一遍来提醒阮兄弟姊妹，警醒今仔日要坚信的遮个少年人，互因会通持守因所领受的信仰。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家己照安尼去行，拢诚做得到福气的人。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咱平常时咱有真侪遮选择吼，比如讲你要娶某，你要嫁翁，你安怎选？吼，你安怎拣？毋通拣啊，拣着，咱拢知吼。毋是咱家己外境啊，所以我甲少年人特别在面谈的时候讲，为着你的婚姻，你会通甲上帝祈祷，你爱啥物款的对象，当然照上帝安怎甲你安排，咱拢会通伫遮来祈祷，总是真正家己要选的时阵，你是用你家己想法，还是恁老爸、恁老母的想法？有当时咱做事大人嘛会安尼呢？我着较爱迄个，伊偏偏着要娶迄个，要嫁迄个，我着甲讲，是你要嫁，还是你要娶？敢毋是嘛？所以咱若家己做选择，我们自己做选择，我们自己要安怎？家己安怎？
爱负责任嘛，吼！今仔日咱会通伫这个所在，咱做伙选择这个信仰来帮助咱，吼。啊，其实第23章、24章，吼，咱已经差不多要结束约书亚，过来就要后边要读啥物记，咱知无？士师记啦，吼，毋是士师记啦，吼。所以恁若无掠上帝，就会士师记真正，吼。后来咱看士师记，吼，士师记，你就知影。为什么约书亚那么语重心长？遐尼安尼，搁一遍甲恁讲，好亲像摩西的影。摩西嘛是安尼要死进前我搁甲恁讲啦。所以你读《申命记》的时阵，《生命记》就叫重生。我再告诉你一遍。所以23、24是约书亚来，遮个领袖来，我甲恁交代，真正就交代啊搁来咧百姓拢总来，我嘛甲恁交代，所以交代讲，我即马无伫个以后无伫个恁爱持守，恁家选择，伊无甲恁压迫我问这要洗礼每一遍我问这要洗礼，我讲有爸母甲你压迫无？互你压迫讲你来选择这个信仰无？还是你家己愿意？你自己愿意来选择这条路？所以拢讲家己愿意啦，自己愿意。好，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约书亚过身前的交代，伫遮来提醒你我。咱伫咱面对生命要结束的时阵，咱要对后一代吩咐啥物，交代啥物，咱嘛爱想好啦你伫关心啥物？今仔日咱来看讲上好的选择伫英国的每日邮报，伊引用英国的《泰晤士报》伫遮来关注报道这个消息。咱即马逐个焦点拢差不多放伫对乌克兰对吧？乌克兰因为乌克兰虽然离咱真远，总是咧这个布丁小小啦布丁啦小小你若讲安尼核子弹甲击落顶回结迄个核能发电厂结无着伫边仔那点那个核能发电厂有爆炸嘛，但是还有在旁边。伫迄个边仔总是安怎？大家拢惊一条规欧洲的人、欧洲的人安怎？惊？毋是无电迄个辐射迄个辐射影响你也看进前的切尔诺比对吧？因就若有迄代人受过伤害，因就会记伫心内。即马迄个较大呢，可能若发生灾祸比切尔诺比大几倍。照恁拢有咧看新闻后来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普丁伊为着要克乌克兰，所以伊就派出伊暗杀部队啦，即个瓦格纳即个佣兵集团即瓦格纳佣兵集团因亲像我摕钱嘛，咱看即马遮个征战第一战上帝讲袂使摕，对吧？第二战安怎？做人摕，上帝是慷慨的啦，总是头水果子爱分别给上帝嘛。出熟的果子要献给上帝但是爱神呢，爱成了后，伊知影咱的需要所以伫遮咱看伊派出400名左右的遮佣兵伫遮要进入乌克兰来暗杀这泽伦斯基甲伊23位左右的遮官员。咱最近有看电视的新闻，伊讲我知啦，我互暗杀几遍，3遍暗杀无着啦所以伫迄中间咱看有实在遮个情形，为着就是讲互因会通顺利拿下乌克兰安尼不过安尼嘛无甲这个泽伦斯基这个乌克兰总统吓惊着他没有吓到，伊反倒转伫这个媒体讲啥？我知我是因的头一号的目标啦，头号目标要暗杀的目标拜登这美国总统嘛讲，我看你会当撤离啦，撤离。伊讲啥？伊选择啥物？伊选择留落来伊选择甲遮百姓徛做伙伊勇敢去面对啦。伊讲我是需要
这个庆记啦，这个飞机，这个飞弹啦，我无需要搭便车啦。表示伊选择是安怎？行这条，好像像咱讲耶稣行这条十字架道路。总是咱来看讲这个普丁吼，伊伫迄中间安怎面对国际的制裁吼，伊嘛是笑笑，你知无吼？那个精神不大正常安尼吼，所以伫遮伊就下令讲，因的国家的这个核威慑吼，核威慑力量，啥物叫做核威慑吼？你若去Google 就想，有关我有这核能、核能、这核弹吼，这飞弹这若一砸落吼，影响力是足大，死伤是愈济很大的死伤哦。所以伫这中间，伊就讲啥？好，就这个核能要甲人威胁的吼，互人惊的，这叫做核威慑力量吼。伫遮就战斗的位啊。战斗位置摆好啊，意思讲，好，你若继续甲我制裁，我就笑笑，我就甲议落啊吼。所以伫这中间，检测会引起着这个世界第三次的大战。所以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伊伫13月初2，伊嘛警告拢赞声讲你莫甲阮安尼逼了伤迄落安尼阮爆发第三次大战吼，阮会使用即个核子的即个飞弹。所以伫遐，咱看因错误的选择带来啥物毁灭性的。如果咱有好的选择讲大家坐落来好好讲，双方各退步退一步，安尼就有和平有未来嘛。约书亚其实伊嘛伫遐在提醒然后约书亚伊活几岁搁一遍来留一来。摩西咧，摩西食102岁有牙乖啦毋知有收厝税无我毋知啦不过伫遮咱看约书亚活101岁无简单，总是伫即个年头特别过身的时，伊知影伊生命要结束，伊一生的征战对咱回顾对路财，诚做摩西的助手、领袖，然后伊伫这中间经过遐尼侪年的征战，征战一生，咱看讲伊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所以伫遮伊嘛真人讲要过身进前拢安怎？我阁甲你讲一遍啦惊讲反复无安尼有的人安怎？我接触真侪家属。牧师阮是大人无讲一句就拢安怎？无交代，留真侪这问题安尼所以伫遮拢看讲约书亚语重心长，伊伫遮来选择，搁一遍甲你讲，搁毋是一遍，我搁来问3遍你要选择要侍奉啥物？你们要选择什么？好，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咱要提醒咱家己有关生死的选择在伫啥物？在伫咱有限的生命，你有法度参与伫上帝无限的拯救计划无？今日过去的人，因为参与伫上帝拯救的计划，今仔日伫纪念下晡有一台车要去迄个台北的和平篮球场参加，马街宣告150周年嘛是因为有遮的人，因的生命的选择，有限的生命参与伫啥？上帝无限的拯救的计划，今仔咱北部这苗栗一帮，咱看讲，因为有马街的宣告，所以带来这个福音，互咱通坐伫这个所在，敢毋是嘛？所以你的选择嘛影响未来影响你的子孙，是毋是？所以伫遮咱要认捌主动立约这位真活的上帝，认识主动立约的真神。第二就是安怎，咱要安怎做一个真正确的选择，关键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未来、你的命运。所以这个关键上好的选择是啥物？你是好还是歹？你的选择是上帝爱，还是你家己爱？你的选择是你要或是神要？所以伫遮，咱看讲对摩西一开始对西奈山上帝甲讲有对牧师去西奈山你去到伫迄个西奈山顶，摩西伫遐领受啥？
领受啥？十诫。毋是去遐旅游呢，伊是去遐吼40暝去，咱是爬去搁落来安尼吼。伊伫遐40日啊，伫遐领受上帝诫命10条诫啊。所以伫遮咱看讲出来及记20章3到第5节，咱做来读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着其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万分我的人，我追究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约书亚甲因讲，约书亚提醒他们安怎？即个拜偶像对摩西然后咧到第24章，约书亚接续。伫迄个中间来传承，伫迄个中间来提醒，一直提醒安怎？你若离开上主去服侍外邦的神明上主就将迄个福气收倒来，然后咧灾厄就来临所以甲摩西讲的差不多啦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拜偶像会影响几代啊？3、4代啦，对无？加起来才7代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伊讲即个。后延子孙呢？因为你的选择会互福气煞到伫你选择上帝，福气煞到几代？1000代，哇！这福气无穷尽。但是选择若毋对，今仔即个灾厄就临到伫3代4代，你的子孙毋捌你啊。但是伊若可能看到安尼可能阮的祖公。阮的祖妈，因为安尼做了无好，所以影响到阮，嘛有可能所以这是头一个，就是讲，一直咧提醒讲，迄个拜偶像，上帝将这大自然交互人管理大自然交给人管理嘛。所以你来看偶像，拢是对来雕琢，树啊、石头这个大自然的。你若倒转去到你看创世纪，这个大自然物件是创啥？是叫人管理的，都毋是互人去管理嘛。所以无神挖一坑入土头旁，入这河神金神，甲踢开讲入神啦。无目睭甲开讲点眼，确实就是安尼阮伫新人伊咧读的时阵，都去研究者阮伫细汉拜家庭嘛是安尼过来所以伫遮咱看讲，如果若离开这位上帝去拜偶像，那安尼你的灾厄就临到伫你的子孙孙，然后咧你家己就要伫迄个应允的土地底下来度灭无生命。所以你也看讲这约书亚我毋知影当时伊咧讲的时阵，迄款的语气是安怎，半警告还是安怎啊是伊家己有经历过伊知影迄款的做奴才艰苦啦。没有上帝的同在，那种困苦所以伫遮咧提醒咱今仔约书亚会通光荣壮大会通带一些百姓，咱来回顾，像顶礼拜咱拢孝顺上帝恩典，伊对带一些百姓过约旦河，过来咧开始过5关，然后咧斩六将，顺利伫遮来进行，手无寸铁。所有这个安怎好的装备，因无迄个做铁仔的技术呢。但是对方咱顶回已经看过，有这个铁战车，有这个精良的装备，因有受过训练。这阵人是安怎乌合之众啦，对无？做奴才出身的啦。所以咱有看到啥？上帝安怎用大自然的资源、大自然的资源，安怎为着因来效力，为他们效力，对无？上帝派无人机，还佫会记袂？啥物？虎头蜂啦，那毋是无人机。上帝派导弹、鞭炮啦，对无？较激动激到啥物人？打到谁？亚摩利人，对无？遐准拢无拍到，圣经拢无拍到以色列人诶。虽然无讲，但是咱看每一个拢拍到遮个阿摩利人，也是讲因的对敌。你要看讲回顾，伊有遮个生命的经历见证，所以呢，伊会掠条这个信用。但是伊咧亲像这
使徒行传彼得伫遐讲，除了上帝以外，除了主以外，无别个拯救。咱做下读来，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的人间，上帝无赐别个名，互咱通挖靠来。所以彼得是伫伊受圣神充满，被圣灵充满，伊徛伫遐官长的面头前，伊敢伫遐来宣告来做见证，所阮原本有做，但是耶稣互咱甲上帝和好，所以伫遮互咱会通安怎得到即个永远活。所以今仔洗礼是就是讲关系咱未来，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啦，互遮少年人因怎样面对即个世代的中间免去应变。即个嘛是家庭的教育最要紧教会教育。所以每一遍若要面谈我拢会先问即本圣经旧约几卷，新约几卷，几本几卷？你若忙拢想着去猜卷的我得到的回应是啥？牧师忘记了。我不要紧，牧师袂甲你骂，我甲你教一个。佫记会起来佫做记永生难忘。3九偌济，加起来偌济？伊讲5666啦。紧张你知影算者拢毋对啊。所以39是旧约的贯数，27个，加起来咧，所以安尼会记也袂会啦所以姊妹，你信耶稣遐久，人也问讲圣经是伫讲啥？知。你去问牧师，无采你伫遮咧听讲道，也是讲咧上遮的课。圣经对上帝生命想事起源，然后咧，我互因一个密码，讲316，用啥物316？约翰福音3章16节，电火条拢嘛有打对无？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送入世间，叫一切信伊的安怎无底未无，反得永活。对无？反得永生嘛，对无？人电火条嘛会讲话，你知无？敢毋是嘛？所以约书亚嘛讲，恁若无要照安做石头嘛会讲话啊。所以伫遮咱看彼得一个见证，只有耶稣会通拯救咱。所以伫提醒咱徛迄个石头，也是讲咱常常用一个象征伫遮伫提醒咱。所以俗语咧讲你一代清啊，对无？你真清楚我明白，我掠着这救恩，过来2代咧，哇！你更较明啦明白上帝的救恩要透过你所以耶稣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今仔日咱就做安尼。若到3代，你若阁无好好伫遮来教导真侪咱的教会长辈，你知无像对了嘛定定咧为着这囝儿孙这些的。儿孙在担忧啊，对无？惊讲安怎？哇！咱这代若无伫的后一代要安怎？24章后壁就是安尼讲，敢毋是记载讲啥？约书亚甲因迄代遮个官长、遮个领袖也伫的时阵遮个以色列百姓选择啥物？选择什么？侍奉耶和华。但是咧。讲了无偌久，经过可能200-300年，迄个士师记咱过来要看士师记所以伫遮就安怎3代无明圣经毋是读伫遮，是读伫较遮片，敢毋是？人咧问你信耶稣，耶稣是啥物意思？知？咱咧读约书亚记。搁一遍溜一下来，读啥物记？耶和华拯救记。所以约书亚甲耶稣的名就是上帝拯救。讲一遍来。安尼人嘛知影讲你咧信耶稣用上帝甲拯救啦。好，4代讲你请我无用哎呀，所以这就变教友，你知吧？什么叫教友？有教才有。哎呀，很久没有看到你呢，你怎么都没有出现？疫情啦，疫情啦，所以唔惊所以
就要安怎小组长、区长啊，关心请者啊，叫一下哦，来1个礼拜，叫哦啊，过来都佫无看到啊，哦，这叫做啊，这叫做教友，安尼咋？咱莫做教友好无？咱做门徒，咱做会友，你会通主动啊。最后呢，你若佫安怎久无来，古代安怎？公妈就满厝经啊，你知？所以1代清2代明3代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哦，都离开上帝啊，公妈就踩落啊啦，这明白吼？所以你要看讲，咱的烦恼就是安尼，烦恼咱的后1代。所以约书亚就徛石，来捡石头来，这个啊，你若无照安尼做吼，石头嘛好参像袂讲话的审判官，他不说话，但是他在见证，他在提醒，他伊在影响。所以伫遮咱看讲，咱做要紧无？做要紧，咱爱常常提起，总是遮少年人有当时安怎，囝儿孙啊不耐烦。我知啦，知咧，对无？所以伫遮咱看约书亚就是搁一遍来透过安尼徛石，今仔日上帝透过你，上帝透过你哦，成为活石瓦石。上帝伫你身上赏赐你的恩典，人嘛在看，你有好啊信主无？你有活出迄个见证啊无？你安怎选择伫即个灾厄也是福气？所以我拢会提醒《申命记》摩西咧讲的28章第1节到14节，你若安尼做，听上帝话，出入平安，这敢毋是咱咧求吗？你的手所做，你的身材工具所做，会通互你蒙福得到福气啊！哦，你毋免甲人招，你阁会通互人甲人招互人。哦，一条路来攻击你遐个敌人对7条路走甲安怎困境去。如果你若15节开始28章申命记28章15节以后，你若选择毋对哦，无听就遐个歹的，亲像约书亚所讲的，那一些灾难就临到，遐灾厄就临到。所以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啊，自由的选择啊，自由选择啊，你要安怎选啊？你有选择迄个好的还是歹的？你选择 God， 你愿意将你的灵。上帝那像伊，你甲伊放伫头前，啊，你若甲灵放伫头前，永远拢是负的。所以你要看有上帝的同在，你的生命就是 good 好的。所以这位上帝是主动甲咱伫遮来立约的上帝。所以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咱拢看见这位甲人立约的上帝，安怎伫遮来透过伊的话，互咱有知影安怎去摕到。所以伫遮约书亚嘛，搁一遍伫遮来提起，以语重心长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所以约书亚安尼讲来，以及约书亚就带人民甲上主立约，伫事件为因制定规则甲条例。这个事件顶回也是你有听迦南之声迦南师生牧师就讲。上帝安怎引带这个信仰的族长，安怎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立约？咱若看伫最后约书亚，如果若对牧师去过这个所在，面对基利心山、以巴路山，知影讲有祝福，嘛有咒诅，啊，你安怎徛伫中来选择？你站在中间如何选择？关系你的未来。这位上帝是为咱备办好势啦吼，所以咱爱祈祷啊，或者后一代真正当跟对咱水的脚步。约书亚讲起这个见证，这个过去，是因为伊有经历啊。但是如果咱若家己无经历、无好的见证，免讲这囝儿孙袂去军队，袂去伫遮选择信耶稣若亲像你安尼宁可安怎卖啦？像信耶稣若亲像这足好的，我来选择，敢毋是？所以得到福气，主要读的是除去这个偶像外邦的神明，除去这些偶像。所以因为这是主动咱，互咱
正有到伫在的，爸到囝到3、4代。如果你若选择对，就怎样？施恩互你的后代，直到1000代，直到1000代，而不是受咒诅3、4代。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人若掠条这救恩，实在是会通祝福伊身边的人。这个张汉云这位姊妹，伊伫伊传统的家庭信仰来大汉，所以伫迄中间，伊自细汉拜拜。伫求学的中间，伊的家庭常常搬厝，所以不断爱变动。你知影搬厝是人生的很大的一个危机之一啦。所以伫迄变动的中间，迄个环境好也毋好。所以咱知影讲中国的故事孟母对吧？伊几千、3000哦，煞遮无好，蒙埔边佫遮拢无好诶。所以爱真正清楚讲我的环境好也毋好。伫遐常常对着是大人伫遐来搬厝啊，所以伫迄中间嘛有遐缺乏安全感迄安全感就欠缺哦。直到伊就安怎，少年时就真鳌拜、四界拜、上山拜即个海边拜吼，足多吼所以伫迄中间，伊个对遮个性命学，也是讲紫微斗数哦，伊拢伫迄中间去学习。伊用伊真侪时间去朝拜伊所敬拜的神明。伊最后问到一位算命先的哦，算命先的甲讲哦，你是一个欠债的人啊，欠债的人，你顶世人做歹事的啊，上辈子哦，你做很多的坏事，这世人要用来安怎？来害济啦哦，所以哦，你要用你一世人来害济。伊听到安尼讲，苦啊！我会做人，无采我咧拜，过去拜较济，拜到尾啊嘛是安怎？无采工空。有一天，伊真实际很颓丧的时候，伊就想讲，佫有一个无拜着。哦，好亲像保罗伫迄个雅典底下讲，哇，恁足够拜，恁有够敬虔，总是恁采一个卫士之神，迄是啥？知行无拜，有拜有保庇，无拜惊安怎出代志啊？所以嘛甲拜。保罗就掠掉迄个机会讲，安尼我甲你讲，即位你毋捌的上帝是啥物人？哦，就是讲耶稣啦吼。所以伊有一天，伊伫遐有一个念头过去咱知影有一个节目，有一个节目叫做《曲白俱乐部》，捌看过吧？哦，伊伫遐看了的时阵。主持人在邀请，咱做伙来祈祷哦。祈祷的中间，竟然上帝透过迄个祈祷医治伊的甲状腺亢进啊！所以伊得到医治了，伊讲这位上帝真正是真够爱。所以伊后来伊安怎引带伊的爸母伫遮先做伊后来真做一个牧师啦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坚守遵行上帝的话，伊嘛无放弃。虽然对传统的家庭有人伊的父母是传统信仰，你要甲改做无简单嘛。但是伫上帝安怎无恶正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最后，咱来看讲，伊搁一遍来互因做选择吼。伊先信仰个别啦，像咱拄仔咧念使徒圣经对无？我信上帝，伊伫对因来讲安怎？我甲我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安怎？服侍种侍奉上帝，耶和华上帝爱甲伊问3遍，因为很重要，对无？咱若问3遍，讲3遍足要紧的第一遍安怎？咱做下来，阮一定无要去杀上主，去服侍别个。好嘞，第一次这约书亚就甲问讲，恁。我看恁会当选择，看恁要选择迄大河遐，还是遐外邦的神明啊？因头一遍第二咧，来，阮一定要服侍上主，这是第二遍有当时咱会感觉这囝儿孙会感觉阿公阿嬷哪会遐造念安尼，对无？讲过知道了知道了，今日袂记了，知道对吧？所以咱是安怎，咱会了解约书亚。伊的心情啦，
惊讲伊有这样离开上帝哦，离开上帝，这个福就没了啦，福气就离开。第三遍看因安怎回答啊？哦，来，愿一定要服侍上主，阮的上帝，听叹。要听叹伊话，咁安尼，来叫咱读一个圣经，哦，听一个迦南之声，哦，咱嘛有，那个要花很多时间呢，啊，姊妹，我讲有当时咱起来伫滑手机哦，比遐时间较济啊，敢毋是安尼？咱用偌济时间伫上帝话。咱要求足是上帝福气，但是咱用真少的时间伫祈祷上帝话。约书亚选择，我嘛要提起哦，念伊要洗约啦吼，主要哦，主要直接来诚做一个长老，责任搁较大。中级你受竞选，你若无受装备，所以才有门徒门训，我看真侪中级无报名呢。你要安怎去传福音？人甲你问你有法度回应啊无？还是讲找牧师？今天上帝呼召你们，拣选你们。我安尼可能是亲像迄个约书亚当时安尼。我甲你讲啦，恁著爱选择。我英文名拄啊遮秀啊，我嘛要对恁提起啊。因为这是关乎恁甲上帝的关系，敢毋是？兄弟姊妹，你忙做一个教友好不好？咱来做一个门徒，耶稣的学生，好唔好？咁安尼，好拢爱来报名好。下晡开始，咱有差不多到5月29吼，就是教咱安怎吼，你要安怎分享见证，你要安怎写，你要安怎传福音，你要安怎做。牧师爱开真侪时间去准备呢，为着就是讲，互咱的性命无共款。所以，只讲听谈伊的话，这是因遮以色列是讲的哦。所以要坚持信心的秘诀，就是安怎对听上帝话开始。这课程拢是因为咱的需要，无咱会讲，我毋知要安传福音，毋知要安传福音，咱就来学。牧师若掠条机会，就随时甲人讲，无共款的方式讲到尾啊，互伊有机会崛起。所以有一遍美国在甲我采访的时候，我讲我的兴趣哦，其中之一传福音。那甲人讲话讲到尾，我就是有一个想法，要怎互伊知影这个福气。因为阮过去就是拜拜家庭出来，所以知影。约书亚伊对一个路财要安怎正做家己的主人，伊嘛知影。所以兄弟姊妹，我信，当你咧讲我信上帝的时阵，我咧信耶稣基督，我咧信圣神，迄是一个真要紧信仰个别。你咧讲我信的时阵，念伊才会要信，是灵界拢咧听，你真正吗？你选择是啥物？我决定要侍奉上帝，我决定要侍奉耶稣基督，毋是你要敬啥啦。我阁提醒一遍哦，崇拜部真好意，总是我要鼓励咱中职哦，甲你安排落来祈祷会，你就来祈祷会啦。操练祈祷，你带人祈祷，变成咱要敬啥，不要这样。我常常甲这些少年人讲，你 QQ 啊做吼，对你有利益。兄姊妹，今仔咱受竞选，做中职，做信徒，这是特别的福分。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你伫逐世代、逐所在竞选人来归应你，竞选阮，互我会通有机会来服侍。是因为阮生命中间认捌你、经历你的恩典，互阮会通伫遮掠条上好的选择甲福分。今日阮受竞选，伫即个世代来为着主你的名来服侍，这是上大的福分。
总是有当时阮失去这个福分的责任。其实，搁一遍提醒阮，忠心伫遮来服侍，互阮所做的会通得到主你的称赞，好搁尽忠的罗卜。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要先来吟圣诗443首，第一节、第二节咱坐咧吟，也要来长老的奉礼。这条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奉立定立主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三甲眷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范。若是有交代通代表同会府、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彼得前书5章第1节到第6节来讲，所恁中间的长老，我苦劝因，我也当做长老，也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也三甲有份特别显现的荣光。恁着照顾伫恁中间上帝羊群来监督因，毋是对勉强，是甘心照上帝，毋是为着毋合意的钱，是对欢喜的意思。也毋是伫所交代恁的做主，是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恁要得到袂衰退、阳光的免柔。安尼，恁少年人着降服长老，恁大家也着用谦顺做三称来三甲服侍。因为上帝抵得骄傲的，是允互谦卑的，所以着家己谦卑。伫上帝大亏咱的手下，互伊到时高升恁，愿上帝话来帮咱，会当守调这个约。所以请你注意来使约来读来听读。你当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兵啊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欢喜做迦南东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按照这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你肯降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
请会众起立，请会众起立。咱请会友来誓约。恁已经经地内主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心欢喜接纳伊啊无？有。依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探。恁有要安尼行啊无？有啊无？恁着敬听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伊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爱恁得到救，恁着帮助伊，互伊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有要安尼行无？会啊袂？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闹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世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无？会众请坐。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你伫逐世代、逐所在来竞选人，来服侍你。但你也透过众人伫选举中间来竞选出弟弟姊姊妹，成做你所要使用伫长老的这份的器皿。主，互伊会通尽着做长老这份，协助牧师，透过引传羊群、牧养因，有你牧者的心肠，装备家己，要上帝你的话语，谦卑顺服你的教示，会通引传鼓励这冷心倒摕毋捌主你的恩典的。会通伫遮来当得福音的好处，有一天，伊要受主你来称赞好过尽忠的罗卜。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互有好的模样，成做羊群的一个学习。愿主啊，所伊手所做行通顺利，搁较会通伫遮谦卑来侍奉主。求你的保护来遮看，你享受。约束爱开力也享受互伊，靠主得胜，祈祷靠耶稣的性命，阿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东会小会的官兵，奉立你做嘉南东会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这个积分是照规矩交代你，当圣神奉立你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美柔。阿免。请你向后转，请小会员来接纳。好，咱搁一边拍鼓来祝福伊。请咱来吟圣诗，圣诗446首第1节、第2节，请受设立的执事林秀玲姊妹来到头前。
说你有因断，为何有迄种苦患？生活见你那空旷，说你接受当着满，大汉事讲怎体现？当下的你的教会。这帖小会奉白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林秀玲做教会执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6章第1节到第6节，安尼讲：当迄时，学生加添侪侪，有讲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出怨言，因为逐日的供给无顾着因的官负。10日使徒叫众学生来，对因讲：阮将上帝的道理放下地来办理食食，毋合宜。所以兄弟啊，就对恁中间竟有好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7人，阮就设立因管理这个事。阮要专务祈祷、传道。众人欢喜这个话，就经事体反，伊是有神甲圣神满满的人。佮经腓利、伯罗、哥罗、尼加那、提文、巴米那，甲捌入犹太教的安提欧人尼哥拉，互因徛伫使徒的面前就祈祷，甲因还手。愿上帝来帮助咱，对众人透过圣神的感动的经选，通伫遮来设立林秀玲姊妹做教会执事，请你斟酌来听来使用。你当要领受执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对上帝来吊命啊无？有。你愿意做迦南教会的执事，就要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有要安尼行啊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紧啊关系教会的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你要安尼行啊无？你肯行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会友请起立，请会友来使用。恁已经经林秀玲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心欢喜接纳伊啊无？有。伊替恁办理教会事，恁就敬重伊，听从伊，替伊祈祷。恁有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设法，毋通世界报扬，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有要安尼行啊无？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竞选人来信靠你，也服侍你。阮若家己清气家己，拖伫卑贱的事，就要成做贵重的器皿，互主你来使用。感谢主，你透过你的竞选，也互秀玲执事，伊会通成做你的采用。愿主你赐福伊，也透过伊来祝福更较侪人。愿主互伊手所做行通顺利。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迦南东会执事，煞通知互众会友知，这个积分是照规矩交代你。
当你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就存清洁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阿门。会众请坐，请小会员来接纳。向后转。好，先有来吧。先生来，先生啊，儿子，好不？来，秀玲，先生哦，新雅，儿子呢？有没？没了 ，OK， 好，请坐啊，上帝赐福啊。现在来吟圣诗354首第1节、第4节，咱要来举行虔信礼甲信仰告别，所以请吟诗时这4位拢会通做伙出来。我们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天地造天地的耶和华。因这个徛伫正人面前，是伫细汉已经受洗的小儿有洗礼，也是对伫别教派伫遮来洗礼，今仔日要来做信仰的告别。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可以接受坚信礼，得被接纳有份于主的圣餐。主所听的陈毅还有齐恩慧璇、廷瑞，恁细汉也是伫他教派中间来甲主结连，来做教会小义的会员，也是他教会的会友。今仔日，上帝互恁家己搁一遍来立约，也让廷瑞、慧璇委身在这个教会。过去，陈义奇恩爸母替恁所立的约，今仔日恁家己你们自己。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做您自己的坚信信仰告白，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定心来立约。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天里的爸面前要认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仰，告白你们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诚心来应答，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诚实来回答我所要问的问题。所以请恁注意来听。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
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你们有没有深信上帝作为你们天父，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作为你们的保惠师？有啊无？有。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你们有没有是否诚心来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有啊无？有。恁着倚靠上帝恩典，真爱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恁有愿意要来行无？愿意。我来宣告：恁细汉已经受洗，也是伫他教派来接受洗礼，这是恁家己搁一遍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分离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请咱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无论什么年纪都可以来亲近你，为了要得着你的恩典。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你使用这些年轻人要向这世代来说话，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跟资源，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好像活的历史一样。对咱亲像真做活照，这个世代来见证主上帝你伫生命中间奇妙作为，也互因世世代代对因开始一直到伫这个因所来将来后一代，有缘会通持守来信靠主，愿主来锁起伫因的中间，搁一遍用你的保护来撑起，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请你们向前然后向后转。请长老来接纳哦。后来咱请来小梁谈判来献花吼，上礼物，就向前哈，向前一步。好，还有，是不是？诚意是不是？啊？来，诚意先，哦，这种青年牧区了吼。还有没有？老爸有礼金无？等一下讲。
好，那个慧贤、田瑞哈，因这夫妻档哈，哦，后来高科技也在医院哦。哎，对，拍照可以脱口罩。好，我们把手哈，来啊，小介绍一下哈，来齐恩的来齐恩的北部哦，咱的红满执事了哈尊荣呀哦，好弟弟要预备了你的小儿媳已经转来这边了哈，好，诚意如山丢肉啊。夫妇呢？遗印在上面哦，OK， 好田瑞田瑞跟慧璇他是嘉南人嘉南人，他已经落户来桃园买房子了OK， 好，我们请回座。咱来吟圣诗352首第1节第5节请萧仪师弟来到头前。你朋友，唔通予伊叹世上。有人带细囝来见耶稣，要互耶稣蒙恩，学生就责备遐个人。耶稣看见安尼，就大无欢喜，就对因讲：用阮细囝来到我遮，毋通禁止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遮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跪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来带因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告别信仰，请恁注意来听。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伊伫所行的下伫上帝教会法度。你有要安尼行无？愿主来祝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即个约。陈于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对细汉到大汉拢有圣神的充满。大汉会通成做上帝好的册用，上帝恩典满满伫你身上，你也要成做上帝恩典的管道甲出口，靠耶稣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
当即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属做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三甲来祈祷，祝愿将国渊佩杰，特别即个细囝余恩，交伫主的手中。伊对舞台就伫教会中间来成长，到伫出世，伫遮来受拣选，成做属上帝百姓。互伊对细汉到大汉，主你恩典无离开。愿主你啊，赐予伊找见你的使者天使，伫伊的四周围来保护看顾，到伫大汉，伊家己会通甲上帝立坚信礼的约。愿主赐予伊，赐予伊遮因父母会通为着伊来多无信仰来守这个约，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给前向后转。咱的国渊啊吼，咱执事吼佩杰吼，咱拍鼓甲因祝福。阿祖啦吼，阿祖，好，咱因时间关系啦吼，咱会后这洗礼吼来到伫遮来迄个吼，哦。好来，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拍鼓搁一遍来祝福啦吼。咱来准备领受圣餐。伫主耶稣基督名，欢迎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你有洗礼信仰个别坚信礼咱会通做伙来领受这圣餐。如果咱中间若是还未有领洗礼的，请你暂时莫接受，会期待你准备心，伫遮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亲爱兄弟，请咱做来听主耶稣对受阮的囝儿所讲恩典的话。马太福音18章28节讲：囡仔劳苦担重担会当到入我遮，我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
主的国我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来设立圣餐的时阵，有起饼祝谢，咱也做伙来感谢，来祈祷，一起同心祷告。主，感谢你替阮拍破一般心，互阮立伫你的内面，因为你的救赎，互阮真做有毋茫、有永活的恩典的今日。愿主来说，分别这杯甲饼做成，提醒阮接受你的话语。当主过来时，阮互主无通嫌。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伊的会所设立的。咱特别食甲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小会员来服侍。你摕到杯饼请你会通安静祈祷，求主搁一遍赏赐你快乐，医治你，供应你，引带你。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咧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咱会当家己祈祷这里祷告，让主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赐给我们医治。是给我们健壮，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
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了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唔知有个咱的陪餐会员、陪餐会员还没有拿到饼跟杯无？这个是基督身躯，这是基督身体为我们舍得，为了咱拍破。这杯是新的约，是伫基督会所设立的，这是以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咱搁一遍来感谢愿主的平安临到伫咱，我们一起来感谢，感谢主，互阮原本不配得到这个恩典，因为你主动甲阮立约，互阮会通领受这个救恩，也通甲主同坐道，愿主来锁起互阮，互阮会通领受你。做而且同在甲你的祝福，互阮会通成做这个世代祝福的管道甲见证，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见你。
人民的上帝，听从阮的阿爸爸，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够这福分，搁一届来到圣殿敬拜你。主啊，阮要甲阮的厝要专一军队你，阮要日夜善思你的律法，阮要行伫你恩典的道路，无偏左也无偏右。阮要全然奉献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来回应主你的听。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要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个礼拜这蔡敏慧姊妹请起来，咱该欢迎。请坐。第一位王兴祖吕云珍夫妇伫咧中间，咱来。这个拜托那个欢迎恁。还佫有其他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个敬拜兄弟也无。若无咱来先进来看咱周报的消息。咱3月初9、3月31有新的一寡只个放款的规定啦不过拄啊生活队讲会当烫喙暗袂讲这唱歌还无开放，总是讲的人主理的人会使烫喙暗安尼好，咱看咱的聚会这个时间，咱就家己来看。咱今仔日也有来奉立甲设立第二主做长老林秀玲做执事，愿上帝来赐因。佫有拄已经有举行虔诚甲信仰告别甲消义的洗礼。咱下晡开始2点到4点有文图列车的训练伫2点钟内底啦后礼拜就即礼拜六即礼拜六到后礼拜日。咱有邀请黄连成牧师来训练来分享鼓励咱的兄弟做伙来报名来上课到伫5月29，咱礼拜一咱用2点到4点的时间。咱的拜五嘛有即个鼓舞班鼓舞班遮拢大部分拢无信的咱要安怎？咱的牧区做伙伫遮来关心，甲因建立关系。咱的双年大学明仔载开始新的学期第一学期开学咱年满50以上咱会通伫遮来注册来报名，来夫妇若做伙一对鼓励300块咱鼓励遮外口的遮社区来参加后礼拜下礼拜日下昼1点伫咱的教会2楼举行互助社的大会，已经用到即仔啦即回拢人人有奖啦拢若有来参加200块你若报名要去台北参加这150周年12点半伫门口集合。咱区美伫姊妹的先师医学人兄弟2月21来蒙主恩调享年91岁，要伫即礼拜日8点，要伫桃园殡仪馆这志德堂来举行入念礼告别做伙礼拜甲9点是火化礼拜，拜四要伫路德的信命园区来举行手作，愿主来安慰遗族。来3月受请，请恁徛起来。3月有3月生日的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咱拍拍眼祝，再甲来祈祷，祝上帝你互遮个兄弟姊妹有活命，有领受福分，愿主来说
加天加倍恩典，也互因伫即个世代成做你是阮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今仔日恁就经恁爱要服侍的。看是恁列祖伫幼发拉底河迄边所服侍神明，也是恁徛起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上主。约书亚记24章15、19一遍。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今仔日恁就经恁爱要服侍的。我是恁列祖伫幼发拉底河迄边所服侍神明，也是恁徛起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上主。约书亚记24章。请咱来吟信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刷请游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愿上主大仁爱，应着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就你，应主必关待你。做圣宣布受你对这世高言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应在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就你，应主必关待你。做圣心保守你对这世高应世代。当心祈祷，领受上帝所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赢过死无关系，快乐充满恁，互恁伫地面上困饱，伫天顶也要困饱；伫地面上讨饱的，伫天顶也要讨饱。愿天的上帝的恩典正做盾牌，四面来固守恁。耶稣享受的圣神感动恁，时时记得主上帝话，无偏左，无偏右，直到见主的面。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是了无条条，
咱的礼拜到这，愿主的平安、福气，甲咱大家同在。请拄啊洗礼的、跟新礼的留落，咱小员牧者团队来遮翕相。